15年前在這個旺角這個酒店工作，肚子餓了就吃夜宵，花膠最之飽，很不懂怎麼說這個普通話。喺楊浦有間好鬼難揾嘅室內大排檔，一聽老細阿成咁嘅普通話，你就知道呢度啲嘢得㗎啦。把好吃嘅東西都帶進來這邊，嘗一嘗我這個味道。呢味香茅石斑魚咧係香港嘅家常菜，香茅同埋蒜嘅清香滲入晒啲魚肉入邊啊，稍微油分多啲，但係都係好食嘅。避風塘蝦餃啲炸蒜配合櫻花蝦嘅鹹鮮，外皮脆噏噏，裏面啲蝦真係好大隻啊！一定要試下，最多食完飲涼茶嘅啫。威煌同款嘅醉雞煲裏邊咧有半隻雞同埋一整條花膠嘅，重點係一煲鮮物88蚊，市區呢個價都好難揾噶啦。成哥話佢係花咗重金從香港容記挖人過嚟，先做到咁靚嘅叉燒啊！咁嘅叉蛋飯先26蚊，一杯乜茶都比佢貴啦。再嚟呢一個蝦膏炒飯，成哥你自己介紹啦。沙膏炒飯很香喎，當時很多人都覺得沙膏有這個味道，當時我覺得這個沙膏味道挺好啊。真係聽唔到你講咩，出字幕啦！之前都係冇諗過會上嚟上海生活嘅，所以我都好努力去學普通話。但係我而家普通話係聽得到90%嘅，但係講呢就講得唔好咯。除咗唔驚俾人笑，成哥最令我佩服嘅呢，就係進入咗中年都唔安於現在，放低香港一切，重新出發做個護漂。喺香港做咗30年嘅餐飲㗎啦，從我一開始上嚟，對我自己說，我要從這裡重新開始。我現在不是很大，但是年紀不小，很有這個精力再做呢番嘅事業。年齡真係唔係問題嘅，只要敢想敢搏，隨時都可以重新開始。你哋覺得呢？今日咁先啦，食粵菜睇 Anson 啊！